新北市树林有一间药局，一对姓吴的翁仔某头家哦，涉嫌对2018年开始骗民众来投资因的药局，金额是超过38亿。检方昨侦查结束，依照违反银行法甲诈欺等罪，起诉这对翁仔某等3个人。走访地阿吉堡啊，对调查官今日地检署疑姓林的太太也被传回讯问。检调今车发动搜查约谈，这对姓吴的翁某开药局做生意，说涉嫌骗民众投资家己药局来骗钱。他太太跟住户都蛮熟悉的，因为感情可能也不错，有人甚至投资很多，那也有人部分比较小额的，比如说几十万。那个时候药材很容易很难进来嘛，投资某个公司啊，我是这样，大概要上当了这样。检方队长发现这对翁某找朋友共谋，原来讲要搁开店吸引投资家族股东。疫情管假期间，看准财难财，讲有管道营卖，累期到真悬的报酬，只差资金买防疫物资，甚至搁经营赖团购。趁国内欠两的时阵，就民众开钱投资，还卖两来获利，为2018年开始骗超过38亿，至少10多人受害。检方经过侦查终结，将3人提起公诉。本署在今天依照违反银行法以及诈欺等罪嫌起诉吴姓夫妻档以及他们的友人1名王姓共犯。专案会验出来，原来有民众一直领无利润，才发觉代志唔对。到伫代志爆发了后，伫新北市树林的这间药局铁门已经关起来，无营业。这对翁某在期待为家己行为负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